幫幫忙。爸爸媽媽，你們在做什麼啊？我們在打掃家裏要打掃才會乾淨。我也想幫忙。可以嗎？好啊。那我們一起接衣。衣服吧。係啦。跟住接好衣服之後，把衣服放回衣櫥。媽咪你咁嘅？係啊，唔緊要，我哋黐翻呢家呢度。然後再把桌子擦乾淨。幫我黐啊！邊間黐？錄埋先。接着手指咧。再把垃圾掉到咩啊？掉到垃圾桶。爸爸媽媽，會幫忙做家這麼多事。我很厲害，對對不對？